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应该都懂注重呀吃东西呀营养的部分咯。故所我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平常时吃到的卵泡质的来源都伫哪片？好，第一站可能大家就会想到啊肉类呀，也係講豆類呀。唔過啊，其實要當初因為卵泡質的來源啊，係對人哋嘅卵咯。故所呢，大家愛食卵就愛食好嘅卵、康健的卵，還個愛食快樂嘅卵咯。今日福喜來嘅節目當中，就愛來同大家來分享對苗栗來嘅快樂嘅鋪出來嘅快樂嘅卵，細細格格來分享。今日嘅來賓係你嘅副太哥，分享副太哥。大家好，我是苗栗通宵來幼蛋的傅先生傅庆華。好，傅大哥你好，你刚刚说你是苗栗通宵人，然后你是一半一半的客家人，对不对？是，因为我阿公、我爸爸都是客家人，那只是比较可惜是我在通宵长大，那是闽南庄，海线那边，对，海线都闽南庄，所以我曾经一度以为我是闽南人，结果不是，我是客家人。而且是很道地的客家人。哇，然后现在你刚刚说，你的是悠悠蛋，是，对，然后是快乐蛋，快乐鸡生的快乐蛋，然后又叫做悠悠蛋，为什么叫悠悠蛋呢？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有幼稚园，那我从我丈人那边呢，那边学习到幼稚园，那在后续就接触到那个鸡蛋的部分，那干脆我们就把鸡蛋就叫做悠悠蛋。所以等于说养鸡的农场跟幼稚园其实是在一起的，相近的。哦，对。那这个地区也是在苗栗吗？都是苗栗，都是苗栗。在苗栗的哪一个区域？是我们机场是在苗栗造桥。哦，啲苗栗粗口也在蔬菜哦。是。古時候啊，也在蔬菜好山好水，育出來嘅卵啊，育出來嘅雞嘅當歡喜，種出來嘅卵當顏色咯，都就當孔天咯。所以要請傅大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們家雞蛋的種類有哪幾類？因為現在其實雞蛋有非常多的種類。是我們現在主要的雞蛋哈，就是兩種，一個就是我們放牧的土雞蛋，那另外一種是養生白蛋。養生白蛋，這兩種，所以就是殼的差別嘛。應該講說是雞種的不一樣。雞種的不一樣。土雞蛋就是土雞的雞種，那白蛋就是白雞的雞種所生的蛋。所以今天大致上看起来带来的都是土鸡蛋的部分，是因为我们农场是以土鸡蛋为主，所以后续养生白蛋会慢慢的会让它消失，所以会拉出一个主线，就是渐渐往这个土鸡蛋的方向来做前进。没错。对，那我就很好奇啊，大家就讲给，那要怎么让给懂欢喜懂快乐？你要怎么样让你们家的鸡很快乐？是什么样跟其他的农场不一样的饲养方式吗？是，其实，在很久以前啊，我们饲养鸡是野放的，所以野放就是它放山鸡，是，它就是很开心的，可以在山林里面跑，对，在山里面走，很大的空间，满山这样呢。是，而且它可以吃它想吃的东西。是，而且可以摄取很多的营养，对不对？如果在外面跑的鸡只的话，但是这数十年来，很多的鸡场它把它变相的变成是用商业化来养鸡，那一个小小的笼子里面可能就挤了3只、4只，甚至5只的鸡在里面，所以很挤。是，它鸡是很痛苦的。对，因为像我们自己本身，如果关在笼子里面，那真的是很不舒服的。是，对，它可能就是为了要生蛋，古时候就留给捡到一只洞细的空间底度，古时候无欢喜的鸡种出来的鸡卵，可能就也没有那么多营养了，对不对？是，会比较差一些啦。所以那你们的饲养方式是？是我们是处于是平牧放牧式的。平牧放牧式是指说在一个400-500平的鸡舍里面，那给鸡充足的活动空间，所以是室内的，等于说它是可以在室内活动，比较不会它有塞的呀，它甜死懂你有没有？它可以比较凉快一点。是，那我们跟人家不一样的是说，给鸡一直吃有过滤过干净的水，
那给它呼吸的空气也是有过滤过的，连空气都有过滤过。是要。空气，哎，香港地美丽的空气应该是算是蛮干净的了。是，但是我们需要我们的就是用那个空气滤清器。天哪！是。你们家快乐鸡太后面哎，比阿奎莫雅还加后面，我还有过敏的问题，我都没有用空气滤净机了。不止这样子，那我们还有给鸡温度的控制。夏天用冷空气送风，所以是维持到一个固定的温度。是，那冬天还给它吹暖气。天哪，这个鸡也太好命了吧！这么快乐，这么舒适，这样子它应该也会觉得下蛋的环境很舒服。是，它就是想吃的时候就吃，想休息的时候就休息，甚至它不想吃蛋的，不想生蛋的时候。就不想生蛋，是的，太舒服了。是，对，所以其实这是您刚刚说这是叫做平母的方式来饲养。对，其实饲养就给风色有其他种，还有其他种可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是有。那其实，在最近在推广的人道饲养里面，它有分3个区块，一个是叫做丰富笼。丰富笼是所谓丰富笼，是它在比传统一个小笼子里面塞3只到5只鸡更大的空间，让鸡它可以在那边走动，有活动的空间，对，算是住一个小套房的空间里面去活动，可以爬，这叫丰富笼。那另外一种就是像我们这种平幕式的，一个大的空间，那给鸡有自由活动，想吃就吃，想休息就休息。那另外一种就是趋近于传统的饲养。是属于是放牧，对，整个野放山鸡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当初会选择是平幕式的方式，是因为最近的天气变化太剧烈，对，而且因为大环境整个细菌各方面的变化，让我们觉得要选择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可以控制的多一点的，让鸡在一个舒适的环境，在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下，对，原来是这样。古时候啊，有按好的环境，育出来的鸡，听说就懂欢喜、懂天空哦。养出来的鸡了，刚刚说是土鸡蛋嘛，对不对？土鸡蛋就是这样子，红红的壳，它就是红红咖啡色、比较深黄色的这样子颜色的壳。我们其实去到市场上，其实看到这样子。黄色的好的卵啊，其实价格是稍微贵一点点的，所以现在也想要问问看傅大哥，这个蛋壳啊，它是黄色的，有什么意义吗？除了是品种的不同之外，其实它是鸡种的关系，它土鸡生出来的蛋的壳的颜色就是会属于是比较红壳的，土鸡生出来就会是红壳，是。但是我去外面看到红壳的，我可以确定它一定是土鸡生的蛋吗？应该讲一定是土鸡生的蛋，一定是土鸡生的蛋。但是是不是真的土鸡？因为我们什么叫做真的土鸡？因为我们传统，所谓传统是我们阿嬷那一代的土鸡，它是没有关在笼子里面的，它是在外面野放的，所以就等于趋近是我们现在讲的人道饲养了嘛。所以以前看到黄壳蛋就想好像是一个指标，看到黄壳蛋它就是放牧的，是快乐的鸡，所以我可以买。但是现在不一定。因为在商业模式下，很多土鸡是被关在小笼子里面。对，虽然它是土鸡蛋，但是不是以前的土鸡蛋。所以其实要挑蛋，还是说应该要建议观众朋友、乡亲朋友，而去了解出山亚这乱的这个农场，要去了解这个农场它的整个运作的方式，对不对？是，应该是这样子。对，不是说我们的蛋特别好，而是说我们有我们的坚持。那也不代表说我们蛋真的比别人更好，因为我相信有人一定比我们更好。但是你们是用让以鸡健康快乐为优先，对不对？让它有舒适的环境，再来让它下蛋。那其实啊，大家去到市场里面，跟他们有讲都一样，红色的壳的那种卵啊，跟白色的这个蛋壳，这个蛋红蛋跟白蛋啊，姑且这样子讲好了。这2种蛋营养的价值会有差异吗？其实就纯粹蛋来讲，它的营养价值是一样的，因为它经过营养师的检验的部分，它们出来是一样的。纯粹就是说它鸡种的不一样，会有一些差异。就像白种人，他的个子会比较高，
鼻子会比较尖。那我们黄种人皮肤就比较黄，个子可能会稍微矮一些。原来如此，是，所以其实没有一定，就鸡蛋的营养价值来讲，是没有说一定要吃红壳蛋，因为感觉过去的迷思好像大家就一直讲哦，而且要粉红的卵哦，营养价值较高哦，对不对？其实不一定。是，那为什么我们会走土鸡蛋？是因为土鸡它本身的特色就是它的鸡蛋会比白蛋好吃一点点。哦，对，就是它品种的关系是。虽然营养价值强哟，不过吃起来的口感比个味道，我有一些些的无强样哦。韩国啊，因为啊有蛋哦，是轻快乐的鸡，讲个快乐的乐。故事吼，还有韩卡多家己的故事，爱同大家来分享。上来讲个鸡内容几好深哦，等下休息再来再个同大家来分享哦。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的，我是综艺群阿群妹。今日嘅节目地度爱同大家来分享，吼，也富太哥是对苗栗同小来嘅，唔过佢对啲啊苗栗草桥也偏有一张农场，地波有效同快乐嘅鸡，叫嘅快乐嘅卵哦。今日就来同大家来分享，故事我刚好有同大家讲啊，佢学嘅方式係清凉本格嘅鸡，冻爽、冻舒适，又菜冷气又菜，这个暖气韩国又有空气滤净机，所以佢哋会反应真嘅係冻好。唔过啊，我就上了问看呐，除了这个他们住的环境、他们生活的环境非常舒适以外啊，那他们的饲料呢？他们平常时都吃什么？哦，我们的鸡哈，放牧的土鸡，它吃就是吃很好，它就吃玉米跟豆粉。玉米跟豆粉，是为了让，所以不是像外面那种饲料行卖的饲料。不是，我们是可以看到玉米颗粒，可以看到粉的。对，那为了它们健康，那给它吃矿物质、维他命，还有益生菌，所以还有营养的补充。是哦，可是如果说像一般放牧的鸡呀，他们是在外面可以吃到懂虫呀、线虫啊、蚯蚓，他们会有这些小虫子可以吃。那这样子营养会有差别吗？其实这差异在哪里？就是说，如果是像我们是讲求是全素饲养，对，这样子我们全素饲养，那我们的蛋是没有腥味，一点腥味都没有。原来如此，这样我就要举一下我自身的例子啦。因为阿布卡前一步诶，就过了一只鸡，跑来一只母鸡，然后生了小小的鸡蛋，它可能母鸡品种很小，然后我们家就吃了那个鸡蛋，其实味道有点腥味，真的有点重。是。那全素饲养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本身的动物性的胆固醇会比较低。动物性的胆固醇会比较低，所以之前有人说可能胆固醇过高，有些人会把责任怪罪到蛋上。那其实如果是全素饲养的，这个动物性的胆固醇会稍微再低一点。是，经过检验是会低大概一半。哦，低一半，那是低蛮多的耶。所以过去可能枪干色、硬叶张干色一粒卵。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一天可能就可以吃到2颗的蛋了，对不对？是。其实在美国其实有研究报道，其实2颗蛋、3颗蛋都 OK。但前提是要找到你能信任的好蛋。原来是这样。所以呢，好蛋除了给爱拼着爱好以外啊，给还爱懂期，还要非常的新鲜。那今天傅大哥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看蛋是不是很新鲜的一个方法，要我挑战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叫做捏蛋黄。是。我乱缝按呢，然后给粘起来。好，所以我现在应该先把蛋白上面的蛋白先剥掉，对不对？是。这样子有剥掉吗？外面的蛋白应该有，可以试试看。觉得我也像在抓空气。是。好紧张哦。所以我先来想办法捏到蛋黄。是，其实这个蛋黄我这样摸，我就觉得它已经很坚固了。很紧张，很紧张。现在这个音乐应该要放一下那个特技的音乐，有吗？我捏不起来哎。是不是很滑？这是对，而且我等一下，这好困难哦。
可是它这样子给我捏都没有，都还是非常完整的。我直接捞起来给大家看好了。是。因为其实经过我刚刚对蛋黄的蹂躏之后，你看一下乱缝啊。是。经过我刚对蛋黄的蹂躏，它还是非常的坚固，有没有？我现在戳它。是，它还是非常的坚固，是，所以这样才是捏得起来的。有些蛋可能我们在正常的打蛋的情况之下，是打到碗里它就散了，是。但是这个在经过我刚刚那样怎么一直戳啊、捏啊，然后捞起来这样晃啊，是，它还是非常的坚固。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新鲜的蛋会有这个特性吗？其实应该说哈，我们鸡蛋可以捏得起来部分。哎，有2个，还在捏，是有2个状况，就是说第一个，它母鸡的鸡蛋很新鲜，因为鸡蛋黄可以捏起来的原因是说它本身在蛋黄跟蛋白中间有一个膜，那个膜跟蛋白中间有一个膜，是，那我们就是捏那个膜，把蛋黄捏起来，那你新鲜的鸡蛋，它的膜会很坚固。另外一种就是说，像我们蛋放1个礼拜还是捏得起来。对，是那放1个礼拜还是捏得起来。是，那主要是说它母鸡的身体机能够好，就像我们人很容易生病，第一个是皮肤，对，当然是头发不好，那鸡的部分怎么去看蛋好坏？就是说它的膜如果够好、够坚固，表示它身体机能够好。哇，所以其实像我们一般，我自己的经验，我在超市给超市买的蛋啊，买给肉，可能不用1整礼拜以后，它就会变得比较没有像大家讲的那么新鲜，可能我打到碗里它就散了，是，对不对？所以其实一般你们的蛋大概保存期限可以有多久？我们基本上应该讲说我们在冰箱，冷藏的话大概可以到1个月。进冰箱1个月，那如果是室温的话？室温的话，如果夏天大概2个礼拜。夏天还是可以有2个礼拜这么久的时间，不过还是建议大家做的不用备修。是，好，那这个鸡蛋还有一些挑选的部分，儿童大家来讲哦，有人讲买细粒卵，可能是那个比较营养不良啊，发育不太好。像我现在手上就是有1颗比较小的蛋，跟1颗比较大颗的蛋。我们请傅大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小颗的蛋跟大颗的蛋差别在哪里？是，其实我们拿到那个小颗的蛋，那一颗是我们属于是处女蛋的中后期。处女蛋是，处女蛋就表示这只母鸡很年轻，是这意思吗？是，它刚开始在学习生蛋，它应该生了大概20颗到25颗蛋。这个大小，这个大小，对，是小的处女蛋，是刚开始生蛋的母鸡生的蛋，它已经慢慢在适应了，这已经接近于比较正常的大小了，那还是有看起来稍微偏小一些，对，然后这个就是一般的蛋了，是没错。所以其实鸡蛋的大小并不会影响它的营养。是没错，所以是没有差别的，不用用大小来挑蛋。像我们的鸡蛋的话，没有办法用这种准则去看，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讲过，我们是给鸡自由的、快乐的，想吃就吃，想休息就休息。如果遇到贪吃的，它的蛋可能比现在这一颗大的还更大。真的哦，对，没错。所以这是有很多懂神奇的同大家来分享吼。你看到卵的胎色没相关，那也有人讲啊，挑鸡蛋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看它的表面是光滑的，还是要粗糙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吗？是，这是传统的一个说法。那主要是因为传统的它笼式的饲养，对，它饲养的方式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它鸡可能会生2年。对，那所以生到后面的话，它母鸡的机能基本上已经很弱了。所以是太老的母鸡，是，它生的蛋会比较，它可能会比较稍微粗糙一点。对但是在我们的饲养的标准里面，基本上是大概1年多，这鸡就会淘汰了。所以其实你们的鸡都是在身体孔天、身体冲孔亲头的时节来生蛋的，所以蛋也是非常的健康，也是非常的快乐。那除此之外啊，你去到 Noble 去到市场可能有会看到一熊很大篮的那种散装的蛋，就是要自己拿塑胶袋在那边一颗一颗捡进来称重的那一种，这种叫散装蛋。那有另外一种，用盒子把它装起来，漂漂亮亮的10颗8颗
6颗之类的。是。对，那其实你们是用盒装蛋，我可以问问看，盒装蛋跟散装蛋除了就是呈现卖的方式不一样之外，还有哪里不同吗？其实最主要的差异，就像我们现在政府在推行，就是说一次性的容器去买蛋。那主要是说我们很多蛋商，他会去很多牧场去收蛋。对。那篮子是由那个盘商去提供的，他可能有10家的蛋场。哦。对，他笼子混在这里面。哦。是，但是他的篮子不确定他会消毒清洗，所以他有可能把 A 的病菌带到 B。原来如此。是。那我们牧场的部分是讲求是用一次性环保性质。像我们有8颗装的，它是用那个玉米梗去提炼的 PLA 的材质。是，就是一般看到的，我们现在相片上看到的透明的那种盒子吗？是透明的。它是玉米梗做的。是，它埋在土里，它就会分解掉。哇，所以是环保的，又是一次性的包装。是，看到用供，我们有太多的包装，其实是浪费或者是会破坏我们的环保观念的。其实刚是讲可以用亚种反应，就做的又可以抵抗一些我们本来可能在散装的时候会吃到的那一些病源，那我们又可以维持这个环保这一块的坚持。故事呢，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谈家的故事哦。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嘅，我係綜藝群阿群妹。今日嘅節目地度愛同大家來分享嘅係啲苗啲粗口嘅呀，同歡喜同快樂嘅快樂論咯。家下要講嘅同到快樂論嘅故事啊，接下來啊就會來吃看到快樂論嘅後面戲哦。今天傅大哥非常用心，幫我們帶來了蛋的2種的變化做法。一個是這個是溏心蛋，溏心蛋，對，溏心蛋的部分就是它里面就是会半生不熟，可是这其实应该已经有它算是8分熟了，对，它都是固体。有些人不太敢吃太生的。最喜欢吃溏心蛋。那我很好奇，那个溏心蛋外面的颜色，它是用乳汁去浸泡，让它吃味进去的。对，所以是好香啊！真的好好吃哦，我超爱吃蛋的。所以是把这个蛋把它煮到有一点水煮蛋的时候，先把它煮到有点溏心的状态，是，然后再把它拿去浸泡卤汁，是没错，剥壳再拿去浸泡卤汁嘛，可以剥可以不剥，那不剥会入味吗？是，但是不剥的话，可能要需要1个礼拜，它才会渗进去。哦，那如果剥壳的话，大概要泡多久？大概3天。3天。对。哇，这个卤汁好入味哦，因为我自己泡的溏心蛋里面都没有味道，就只有外面1层的蛋白有一点味道而已，然后里面都没有。好，那另外一个这个呢？这个是什么？茶叶蛋。啊，好香哦！这个是什么茶叶的茶叶蛋？这是5香的，对。这个啊，虽然它的蛋黄已经煮到很熟的蛋黄，外面就会有一层绿绿的嘛，对不对？可是它的蛋白却不会很硬哎，是，因为有一些蛋白很坚固，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那个蛋白好坚固哦，是，有什么原因吗？应该讲说，如果是天然谷物，像我们的蛋，它的蛋白其实很 Q 的。你再这样煮下去的话，像我们这是炭火先去卤大概4个小时，然后再电锅加热。那我们蛋白还是很 Q， 真的耶，它是 QQ 的，然后你就不会觉得蛋黄很干涩，因为它的蛋白也是软嫩的，你就会2个综合起来，故说个 Q 感，所以了，还懂好食咧，很够加松给料理也丰盛，这个味道真的是调得太好了。所以农场除了在养鸡，在卖鸡蛋之外啊，生产鸡蛋之外，也有在贩卖这样子鸡蛋的料理吗？是有。所以是大家上网就可以宅配，哇，真的可以太方便呢！阿 Q 们不是去嘎州哎，因为自己做有时候又会失败，有时候又不是很好吃，然后不是很好吃，我那一锅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那其实呢，煮水煮蛋也有很多种方式，东东因为用某 Q 的方式来煮卵，尤其是减肥的女生就很需要吃蛋，有运动的人也很需要吃蛋，因为蛋就是你人体底部当冲也会卵泡这些来源。那可以告诉大家吗？如果我们要用假设现在有些人除了用锅子煮蛋之外，也会想要用电锅来煮蛋。是。那我用电锅来煮蛋的话呢，有非常多不好的经验。是。就会乱飙到盘的底度，然后拿进去蒸，然后蛋就破了。是。那应该怎么蒸才是正确的蒸法？一般我们的传统隔水加的锅子里面，那其实在底部加个那个厨房纸巾，厨房纸巾把它沾湿。哦。那外面大概加半杯水。半杯。是，然后就把它用那个煮的方式盖起来，让它去蒸，跳起来，再等个3分钟，它就熟了。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差不多是几分熟的蛋？这样子大概会全熟。全熟。那我如果想要稍微生一点点呢？需要生一点点的话，那你可能在跳起来的同时就要拿起来了。哦，半杯水，好，我记得了。我回家就这么做，因为我自己喜欢吃8分熟的蛋。是。那不过蛋啊，有些是从冰箱里面出来的。是。本熊底度出来，那个鸡蛋的温度就会比较冷一点点，这跟煮的时间也会有影响。是，对，或者是甚至连鸡蛋的大小也会有影响。一定都会，因为它电锅本身它的水的部分，如果你是冰箱出来的，没有解冻，那再来就是说比较大颗一点，你水可能再多一些些，再多一些些，可能半杯再多1格，是6分满，是这种概念有没有？大家以此类推，回家去做做看实验。你就都得做出浓厚的卵呢，对不对？好吃的蛋了。但是其实我们刚刚上一段也有提到的啊，太卡希多 no boy， 不管黑买哈北种的，应该黑买散装的这种蛋带回家。因为其实散装的蛋上面会有一些灰尘，或者是可能给屎、鸡大便之类，会比较不干净。那回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那我把冰到冰箱里面，冰箱里又有食物的地方啊，那我应该把它清洗干净。想要来问问看大哥，您的建议是什么？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去把蛋洗过放冰箱。因为第一个，鸡蛋在生产的过程中，在母鸡的产道，它会有内分泌。就是分泌物，它会附着在鸡蛋上面，它对鸡蛋来讲是一个保护层。相反的，它是保护层。是，它会让鸡蛋它的表面不要有细菌，它有抑菌的效果。对，那可以保鲜。对，那如果你把它洗掉之后，那你的鸡蛋的保存会缩得很短。原来是这样。那外面呢有一些盒装蛋，它上面会写洗选蛋，那它不是也洗过了吗？是，那洗选蛋的话，那基本上它保存期限会比我们的蛋再短一些。原来如此，所以洗过的蛋加给保存的时间，大家就会比较注意一点了，对不对？没错。那我之前也有听过一个说法，就会大家老卵埋正了以后啊，它不是有一面是比较尖，一面是比较钝，一面比较圆的那一面嘛，比较圆的那一面，大家就说那里有个气势，所以呢要把它点都不用夹咩，尖尖的要朝下放，气势要朝上放。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其实是正确的，因为他是担心说你气势到时候你在煮蛋的时候，它的气势跑到中间去。对，这样你在切的时候没有办法对半。原来如此，所以啊，老卵埋在衣服卡不用本小的时间，而是尖的放下面，圆的放上面，这样子放是不是？没错。原来如此。除此之外呢，大哥还带了另外一个好吃的东西。我们刚刚讲了那个色类卵啊，我们现在来讲加工之后的蛋的料理哦，是蛋卷呢。是。这个蛋卷是土鸡蛋的鸡蛋卷，对不对？是。裂掉了，只好吃了。里面还加了芝麻，是没错，好香哦。是，所以其实这个也是现在大家可以订购到的，是没错。而且它很单纯的是蛋的味道，因为其实外面有一些蛋卷会比较像是饼干的味道，那个奶的味道很重，是，但是它是真的是蛋的味道哎，它就是完整的这个蛋卷的感觉。其实这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蛋卷。对，那我们的特色是说，它把它做的那个蛋味很浓。对，就是我们蛋的量用的比较多。
那再来就是口感的部分，让客人吃得到，它好像是煎饼，又好像蛋卷，对，是属于我们所谓的煎饼蛋卷。所以其实客人对你们的回馈是什么？他们吃到你们的蛋卷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会反映说它的蛋香很香，它的面粉香是很纯的，对，那有淡淡的奶油味，对，那口感也很扎实。对，因为其实外面真的有太多的蛋卷，就是会加了非常大量的奶油，它就是用奶香来带出它的口感。那这个某可用可以用软的熊咪，让大家吃到蛋卷它最原始的味道，对不对？所以如果大家要订购蛋卷，或者是鸡蛋，或者是甚至是溏心蛋啊、茶叶蛋啊，大家应该要怎么来订购呢？其实订购方式可以上网去搜寻我们悠悠蛋。对，我们有我们的粉专 YOYO， 对，YOYO蛋，对，就都得请到，是就可以了，对，网络上就可以，是可以。那农场有开放大家去走走看看吗？之前有，但是现在我们不敢，因为防疫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鸡在这么健康的环境下，我们很担心说外来的人他会带什么东西进来。对，所以我们是谢绝参观的。所以这样子的方式也是保护自己鸡的一个很棒的方法，对不对？不过大家上二看底下就会动态啊，每周得去上粉丝专页，对不对？看他们的动态，他就都得看到底下的很快乐的鸡，用那种欢喜的人呢。是。所以今天谢谢傅大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鸭的会卵，韩国鸭的会蛋卷，还有很多的蛋的好吃料理。分享观众朋友去请鸭的会粉丝专业看看哦。故说今日节目就到这，大家休息一下，停停运动先生，好好来做运动。